伊個文化推廣吼，每年都愛台灣詩選，像今年哦，下個禮拜我又要去高雄了哈，高雄參加2025年的台灣詩選，所以台灣詩選吼，唔要講全部的詩讀出來無安尼啦，伊等我規天愛讀那2本哦，讀個某部分啊，伊讀某部分，伊讀報紙，伊讀。有5、6、3啊！舉手也書試有通過嘛？還有通過3、4票的，如果通過就變入選，哦安尼。那種唔拉白票的，如過迄個呢。所以每年我們現在有10年了哦，2010幾哈到現在2025，那如果有挑戰性哈哈，因為現在台灣那東西像。生長呀，伊個冬季號也算秋季號。我第一次發表一首哈，訪問耆老，個是安樣訪問耆老安樣表現是安從，因為錄音起來是真長呢，寫起來我一般是變了詩啊，因為2頁的。我縮起來，變成2頁、3頁、4頁。不過我覺得不發表很可惜啊，寫真久啊，一老人家本來訪問那都是迄個啊，過身的啊，人家當然看不到啊，變成也來看得到，都送一本必看。訪問日本時代周邊的事情，對日本，前面我爸咩日本兵啊，以前呢海軍啊，當然等。海軍，像我堂哥講，我爸爸以前做海軍，做個衫褲，就很好看啊！那日本兵啊，個好看吧了。有看到相片啊，沒留下來，真嘅呢，沒相譜啊，全部流失啊。像我訪問一個海洋的好多人呢，口述歷史啊，恁都伊會講，抓住他會講。那個記錄，當然要熟必像詩，有人看的是的散文詩安尼，伊發表了，留下伊去南洋周邊的事情。